进前连续的大雨造成台南未少的稻仔倒水，随着稻仔进入采收期，宜兰李忠汉表示，对后礼拜起挂稻仔机就一机难求，原因就出伫个必须到外县市来抢挂稻仔机。对此，宜兰对进前要求农业局要来帮助农民，一直拖到现在，挂稻仔机一机难求。甲市府来探讨农具甲农业的比例是毋是失去平衡？台中嘛开始要挂，你遮原本按别县市调来挂稻仔机，即马歹势无人会当借互你，甚至有人慢慢开始抢台南的啊！你到时阵后礼拜遐84号真正适个时阵，你要安怎挂？你看挂有倒去的拢84号啦，甚至真侪农会嘛无收啦。啊，亲像这你要安怎处理？摆无啊，开始pun意要安怎？局长，你看法？我们那个回去我们整合一下，看那个能不能来。从上个礼拜就跟你们讲，岛埔状况严重，也拜托农委会、拜托农业局，希望赶快调动机具来处理这件事情。这个部分我们有跟那个农委会有先反映过了。我最快的就是说，今年先治标嘛，再来治本。治标的部分，我们可能跟人家去抢嘛，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最大的稻米产区之一。那治本的部分是我们希望跟农业部来建制这样的一个量能，就是农业部购置更多的这个割稻机，然后扶植更多的这个团队，然后需要的时候，它就能够更余。除了挂稻仔机的问题，另外议员嘛针对进前大雨造成农损的部分，包括稻仔倒水、菜瓜授粉等问题，希望农业局会用派人来调查。不过当时农业局却回应，因为人力拢去看专业的损害，人力无够。对此议员嘛建议，如果欠人，是毋是会用人力的派遣？如果人员惊走地点辛苦，是毋是会用派遣的人力来协商，然后再去做评估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